好，歡迎翻到嚟今日睇真啲。呢一度唔單止係同你講新聞究竟發生咗咩事，而我哋更加想嘅係同你一齊睇下背後嘅原因、佢嘅影響同埋之後可能嘅發展。相信唔少聽眾今日喺港島翻工嘅時候都俾人嚇咗一嚇。今次唔係全區嘅大停電，而係啲燈突然間暗咗一暗，眼前部電腦斬咗一斬，甚至有人俾人困咗喺 lift 裏面。我哋喺表面睇落去，只係可能短短嘅一兩秒，但係正正呢一度先係值得我哋今日再去睇深啲，因為今次嘅事件唔單止係普通嘅生活小插曲，而係將成個香港城市運作有幾依賴穩定電力嘅呢一個問題攤咗喺眼前。首先，我哋講翻究竟發生咗咩事先，就喺今日4月9號朝頭早大概9:22嘅時間，大部分嘅人都已經上班或者做緊嘢，而喺港島多區突然間出現咗電壓驟降嘅情況。受影響嘅地區包括咗中環、上環、灣仔、柴灣、北角、香港仔同埋堅尼地城等等。之後消防處就接到大量嘅求助，而當中大約有90宗係被困喺 lift 裡面，同埋有30宗係火警鐘唔明嘅事故。換句話講，呢一度唔係個別嘅一兩座大廈出事，而係成個港島同時間有多個地點出現咗設備異常嘅問題。而港燈喺之後嘅回應都幾清晰，佢哋就指出港燈同埋中電之間嘅聯網線路出現咗故障，所以部分嘅客戶會感受到瞬間嘅電壓驟降。不過港燈亦再次強調，電壓之後就即刻回復返正常，佢哋就事件而致歉。聽到呢一度，你就可能會問，既然恢復得咁快，點解會有咁多地方出咗事呢？關鍵嘅地方就在於今次並唔係停電，而係電壓驟降。呢4隻字聽落去好似好 technical， 但係你可以簡單咁樣理解就係，電係有嘅，但係突然間弱咗一下。人嚟講，可能只係盞燈暗咗一暗，但係對於好多電子設備嚟講，呢一下先夠攞命。我哋日常用嘅電腦、lift、冷氣系統，全部對於電力都係比較敏感嘅，所以港燈亦特別講明，呢一類嘅設施喺電壓恢復正常之後，未必可以自己即時間好返，有機會需要專業嘅工程人員去幫手重新開機。所以今次點解會有咁多困 lift 嘅情況，其實都唔難理解，因為 lift 本身就有一啲嘅保護機制喺裏面。如果一遇到供電嘅異常，佢寧願停喺度，都唔會冒險咁繼續運行。故係一部 lift 咁發生，可能冇乜大問題，但係今次正正係成個區多座大廈同時間觸發。呢一個唔單止係樓宇管理嘅問題，係即刻變身成公共應變嘅問題。而消防局今次喺短時間裏面要處理大概90宗嘅困 lift，已經好清楚咁樣俾我哋知道，香港唔一定要全面停電先會令到呢一個城市嘅運作受壓。而今次影響唔單止係寫字樓同埋住宅之外，網上更加有人提到喺港鐵嘅香港站去中環站嘅部分路段亦都有停電。之外，亦有報道提到喺港島有數間考緊 DSE 嘅場所曾經都有短暫嘅閃爍同埋燈光轉暗嘅問題，而考評局就話成個考試冇中斷，亦都係按時完成。但係呢個位置我哋亦都要留意，因為佢哋講明咗一樣事情，就係短暫嘅電壓問題係可以即時波及到公共交通工具嘅感受同埋一啲重大嘅公共考試嘅環境。即使今次冇造成更加大嘅後果，但係呢一度已經足以令我哋去反思城市嘅基建究竟要有幾穩。我哋再睇深一層，今次最關鍵嘅詞語就係聯網嘅線路。根據翻政府同埋電力公司過往公開嘅資料，其實港燈同埋中電兩個供電系統早喺1980年嘅年代初期其實已經建立咗聯網，主要嘅作用就係作為緊急時間嘅互相支援，分享備用嘅發電量。
同埋喺有需要嘅時間進行有限度嘅電力交換。理解成，目前香港主要兩套嘅電力公路系統之間，其實一直存在住一條橋，而呢條橋係可以互相幫手嘅。而依家港燈就話今次出現故障嘅地方就喺呢一個聯網線路上面，意思即係話唔係某棟大廈自己爆咗掣，而係涉及到成個香港整體供電架構裡面嘅一個接駁位。當然，目前我哋仲唔可以下一個大嘅結論，但係就住現階段嘅公開資訊，係足以令到我哋知道今次嘅問題發生喺聯網線路上面嘅故障，從而引發起瞬間嘅電力驟降。隨後電力恢復之後，但係成個故障係點樣形成，或者係邊個環節發生，裡面會唔會有詳細嘅事故報告？咁暫時官方就未得完整交代。上有人斷言話係系統嘅老化、管理嘅失當，其實呢啲都係講早咗。我哋目前比較穩陣嘅講法就係，今次嘅問題係反映出香港城市嘅設備對於電力波動係相當之敏感，而聯網相關嘅故障係足以造成跨區嘅連鎖影響。所以我認為今次嘅新聞並唔係講到有冇黑足幾個鐘，而係佢提醒咗大家，現代社會嘅脆弱性未必係要我哋去到全方面嘅癱瘓大場面先見到。其實只要係1秒嘅電壓跌一跌，就已經可以令到今日嘅事情發生。當社會越嚟越依賴精密嘅設備，自動化嘅程度越高嘅時間，佢對於電力嘅質素要求其實都係越嚟越高。所以呢一樣嘢先係我哋今次事件最值得留意嘅地方。到最尾一點就係官方同公眾溝通嘅地方。其實今次港燈喺第一步做得好好，就係佢哋承認咗故障並且致歉，亦有向公眾交代返目前電力已經恢復，同埋提醒一啲敏感嘅設備可能要重新開機。呢一啲資訊都係必要嘅，因為普通嘅市民都未必了解，但係亦未完全足夠，因為市民之後就會追問，而通常比較實際就係要解釋返故障係點樣發生，有冇相關嘅機制可以防止再次發生呢？同埋如果下次並唔係返工嘅時間，而係喺醫院考試或者係交通嘅高峰期，個風險會唔會更加大呢？而呢一啲問題目前仲未有完整嘅答案，下一步可能就要睇返官方會唔會有進一步嘅詳細調查同埋交代。而總括而言，今次講到電壓驟降嘅事情，表面睇落去可能只係一個好短暫嘅供電波幅，但係事實上佢揭示咗3樣事情。第一就係短時間嘅電壓波幅一樣可以造成大規模嘅生活干擾。而第二就係香港城市嘅設備對於電力嘅質素係非常之敏感嘅。而第三，今次涉及聯網線路嘅事故，其實好值得我哋重新將呢一樣事情擺上台面，一齊去討論、去處理，而唔係將今次嘅事件單純咁樣當作盞燈暗咗一下嘅新聞去報導。而呢一單新聞咁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佢令到大家睇到真正影響成個城市嘅運作安全，有時未必係一個大停電，而係一個好小事嘅嗰一下就已經可以造成好大嘅困擾。去到最後，唔知各位聽眾又點睇今次港島電壓驟降嘅問題呢？如果你有任何嘅意見想分享，不妨喺樓下留言區裏面講下。又或者你喺今朝亦受到影響，或者住喺港島區嘅話，不妨喺樓下留言區講下你住喺邊一度，同埋遇上啲咩嘅事情。如果大家鍾意我哋今日嘅呢條影片，鍾意我哋嘅分析，不妨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關注香港時事嘅朋友。去到最後，想邀請大家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跟埋隔離嘅啷啷。如果下次出片嘅時候，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內容。我哋下條片再見。